再来看这份台湾开放民主守望协会报告，因是来调查这台湾人呢，伫2005年后半冬对这台湾民主的信心。结果指出讲，这民众呢对立法院不满的程度已经超过75%啊，也毋过煞嘛有超过70%的人是对这选举的制度表示认同的。或者是分析讲，这是呈现出政党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这无稳定，影响到民众对民主的信心。也毋过其实这是民主发展正常现象。搁无一礼拜就要过新年，但是目前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也拍死角，交代也未伫立法院排审。面对政治局势混乱，调野对立严重，台湾开放民主守望协会拜五也公布民调，报告显示，民众对总统和行政院的不满超过70%，对立法院的不满更较悬，甚至超过75%。台湾经过大罢免，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0%的民众对选举的制度表示认同。学者认为，这款矛盾的现象反映出民众对立法院运作的不满。对于我投票选出这个候选人，是不是可以代表？我想大致上大家没有问题。但是选出来这些候选人之间的这些政党之间的关系搞不搞得定？那我想说，真的问题是在这部分。另外，调查嘛显示，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有较低，敢若5%的民众认同民主制度，甚至有3%的民众认同独裁制度。学者分析，这无一定代表台湾民众认同中国的共产政权，民众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结果。独裁也许对这些民众来讲，不等于中共统治，也许它意味着效率，也许它意味着秩序，就是说，他对于当前民主的不满足。可能转化了是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失望。看到现在的这种不稳定的现象，难免感到忧心了。所以政府在这个地方上，应该以终身教育的角度来持续告诉大家说，民主政治目前的乱象是制衡的结果，这是算是好的。学者呼吁，虽然政党之间的对立造成的不稳定，影响到民众对民主的信心，也毋过这其实是咧反映民主这型现象。希望政府会使透过终身的教育，让民众了解这只是民主发展正常的过程，嘛，互无同立场的人有机会互相沟通。记者桂宗林、曾准佑台北报道。